旺角彌敦道607號新興大廈，今6日早上10時10分，其中一個劏房單位傳出臭味，住戶通知業主，業主兒子到場了解，發現未能聯絡有關劏房的租客，遂致電報警求助。救援人員進入單位內，發現47歲姓翁男租客昏迷不醒，經檢驗後證實當場死亡。警員在屋內找到死者個人財物，包括醫生紙等。據了解，死者租住劏房約3個月，有身體病記錄，並無可疑。旺角彌敦道607號新興大廈，今6日早上10時10分，其中一個劏房單位傳出臭味，住戶通知業主，業主兒子到場了解，發現未能聯絡有關劏房的租客，遂致電報警求助。救援人員進入單位內，發現47歲姓翁男租客昏迷不醒，經檢驗後證實當場死亡。警員在屋內找到死者個人財物，包括醫生紙等。據了解，死者租住劏房約3個月，有身體病記錄，並無可疑。